真的。好，你高考，你高考。好，好们，这里俺们考的正式的上课啊。我希望大家呢认真的听讲，积极的发言。今步呢，我哋来讲到新词。大家听得来吗？给知道呀？认得到。哦，那他个接下来大家什么个意思？你写了，老师俺写。哎，怎么来你吧？批评却骗俺刁俺，是俺批评却是俺屌丝俺。批评是讲个意思吗？哎，这个书记，计划的意思我都不太懂哎，机会到底对不对呀？这个哎呀，还这个那个家乡方言的话呗，就这个意思。哦，哎，这个书记，俺这讲就太好毕业出来哦，很多个事情都不懂，今后你要多调下子呢哈。干子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这个书记，感觉我谦虚哦，为了俺个进步，你要经验丰富，今后你就要多调下子呢。好，互相好些哈，俺得互相调，互相调。西瓜视频。